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来嘅节目。今晡日福喜来咧，大家咧小解系来自新竹香山嘅一只劇團哦，呢只劇團嘅名哦都有意思哦，按照好搞嘅劇團。唐伊來是要知道呢只劇團哦，聽說當有意思又當好搞，佢哋馬上就推出佢哋經驗嘅新嘅戲劇咯。唔單止係咁樣，還有當到嘅故事，然後大家來分享。唔過咧，到小解呢個來賓出來之前，大家先來看一隻短片。5、4、3、2、1。大家有看到嗎？非常特別到有意思嘅一隻兒童劇團帶來嘅作品哦。先嚟紹介今日來賓，一開始嚟紹介咧好高嘅劇團嘅藝術總管管傑。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伊麗姐好，我是好玩的劇團藝術總監冠傑。對吼，我剛才講總管總管好像是總管哈，係總監哈，藝術總監。好，今日嚟紹介係 ND 嘅團長詩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很可愛哈，那詩婷是第一次來客家電視。第一次。
你也是吧第一次？很开心哦，今天对有哈，又开心又紧张。要放轻松哦，不用轻松哦。你开始听嘿团长去嘿弄来形容吼，同乡幸福改他感音。对，然后在上节目之前呢，应该形容啊，他做了好多的功课，走动都改共口，那么改共口嘞，就打电话给妈妈是吗？对，我为了上节目，我打电话跟妈妈讲客家话。她说你在干嘛？我说没有，我要练习客家话。她说你讲的一半是台语，你在讲什么客家话？对不起，对不起，我太久可没讲。是妈妈很高兴啊。她很高兴，就说对啊好，那从今以后就开始客家话，然后之后就讲客家话。是我就听不懂，说慢一点，慢一点。不过了解到用金朋友的不一样，其实动作改后上也是愿意慢慢的可以开始重新捡回自己的母语，对不对？对，然后你很信州用善音，新竹香山的人，对，然后听得懂一些些的对他干法，因为我们身边也很多客家朋友，对，很好玩吧，很好玩。最常被称呼就是拽子，就是刚刚他干法，兄弟没有讲清楚，就是笨笨的意思啊，没有啦，可能都这样叫我。不过恭喜彩妹吼，两届后上年吼，记得祝星一只剧团就好搞届剧团哦。刚才大家看到该短届表演是嘿两只剧团带来该短表演，那个表演很特别，它跟我一般熊斗改你一通剧团的表演不一样，不是很多什么大哥哥大姐姐在那边，它其实是结合了不同的媒材，是吗？是哦，可以简单讲一下吗？我们这次演出主要就是结合了光雕艺术跟我们新竹在地的插画家，他们分别光雕艺术家是我们徐志明老师，插画家是刘聪龙老师，那他们也是很大力支持我们这样的活动。那他们也是第一次跟戏剧节目做结合，所以我们等于是跨界，从光雕艺术、插画艺术、戏剧，然后再到特技的表演。那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老屋活化的老屋，然后有一个新的一个意象或新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对，所以刚才表演的场域好特别哦。一般来说，我们会说在剧团里面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剧场里面，或是比较大型的展演的地方空间。可刚才那个是一个户外，对吗？对。那之前应该是一个杂草丛生的地方，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比较活化。所以它其实是在新竹的你讲有它一件楼屋，老屋就是我还看到那些砖头，对，然后你们去改建它。对，好大的胆子，是不是？很勇敢。对，因为还听说跟房东沟通很久。对，也没有，就是有点小插曲。之前房东原本是很 nice 的，对，就是说 OK， 可是，在动工的同时，突然就房东的邻居亲朋好友看到，可能就是很热心的那个，就马上打电话给房东说：“你的房子被他打了一个洞。”对。不过要跟用亲朋友讲哈，他们没有在破坏房子，就是说他们其实只打了一个小洞，还是有请专业的建筑师，有专业建筑师在旁边，还是有保留老屋的原来的样子。对，所以在那边大家有看到哈，刚刚让平有看到，那整个光雕光线就打在那个老屋身上。对，好，整个老屋就活化了起来。然后你们的表演好像有结合杂耍，有，还有什么呢？特技、戏剧、舞蹈。是，对。那当天很多人吼。当天应该是我们香山最多人的时候，没有，不是香山啦，就那个大湖的大湖里、大湖社区可能最多人的时候，100多个人，因为它旁边我们在紧邻旁边就是新竹香山地区人数最少的小学，叫大湖国小，不到60个人。对，那等于是整个小学不到60人。对，那天就是大家呼朋引伴，然后来看我们演出，而且是免费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团长现在感觉上好像一直很感动，我们还回忆时当时很感动，又觉得哇，我们终于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而且都有意思给事情嘿，因为给大家走在讲好陪沟啦，就是比较偏乡，所以这样的表演，其实台湾的民众还没有这么习惯去剧场看表演。不过现在是一直在进步，所以那天晚上可以是创举，在那个地方晚上有100多个观众朋友坐在那边看完之后，你们有感受到观众朋友的回馈吗？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啦，都是后来就陆陆续续。我记得当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爸爸从一个社区走出来说：“你们在做什么？”说：“没有，我们在表演了。”他看完就说：“请问以后都还会有吗？”没有，可能没办法长期这样子。对。
这个例子蛮特别，讲完之后蛮沮丧的哈。对，暂时要再累积一些能量。对，是，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剧团。对，因为确实是蛮令人感动那个晚上，因为除了左邻右舍的回馈很热烈，就是你听到小朋友在因为你的一些设计或者是巧思而有一些哇，他看到的光雕哇那种赞叹，就是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很骄傲，因为我真的给他们一些感动或是不一样的刺激。对，好，所以老乡亲朋友的分享哈，记得大家看团到新竹，其实在新竹几年了。我们剧团成立第3年，是还很新，对，还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当时才会吼，因为记得3岁啦，未3岁咧，不过是入行落其实记得讲动幸福，所以看到介下安样嘅表演，只搞到动感同，你还记得到新竹向山给他提供的走对讲是第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对，算是第一个，对不对？哈，比较大型的演出，记得给韩木向改每一才在那个地方不很好都感应来向下来欣赏来认识到，不过我们当然记得做。每次一点点安样改台兴改让出记得喊做动作改事情，记得去到好陪歌改好教育，动作改故事做在分享。想去这边先聊下，你等下场做来好好记得来打嘴鼓。刚才看到改短片，就是好搞改卡头，你们到外面去表演的画面，对不对？对，没错。为什么2个看的好像都快哭了？就是看到小朋友的笑容，就觉得哇，充满了能量，一切做的都值得了。一切做，你们很爱小孩哈，很喜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当然是做剧团这件事情
有些很现实或者是很辛苦的地方，可是当你去演出，他们给你回馈的能量，我觉得是比我们付出的所获得的更多。我觉得我们获得比付出的还多。哇，这真的很不容易哈！乡亲朋友刚才看到记得有种 Noble 改表演哈，其实这个表演你们是不是叫行动故事车？因为我刚才看到那影片里面好像有一辆车，对，然后你们自己在整理是不是？对，没有，那影片里面是在组装，就是我们希望开到不同的地方去之后，把它组装变成一个舞台，那就是希望把剧场最原汁原味的舞台开到各个偏乡去给小朋友做分享。所以你们变成一种行动剧场，对，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们既然当初想要做偏乡，就是它的机动性一定要够。那既然它机动性一定要够的话，那是不是说一般来说，如果你直接到现场去搭舞台，那其实对于小朋友没有什么太大的刺激，或者是对他们来说不是那么新鲜。那我们想，是不是就直接把一个小卡车1.7吨的小卡车改成一个行动的舞台车？他们说哇，原来这样的一个小卡车，原来可能妈妈只是拿来卖菜或者是载猪肉的，然后发现这样的一台卡车也可以变成一个舞台车，好像变魔术一样，对不对？哈，到了偏乡，所以你们到比较偏乡改后搞起走，安用改表演，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欢。对，所以你们到偏乡去，跟下公狗改时间母鸡的鸡都好，不会狗改后高，你们受了小朋友影响，小朋友也影响你们，你们也影响小朋友。我觉得是互相分享啦，因为为什么会想要到偏乡去演出？一开始就只是想说，把艺文带过去给他们做教学。可是后来发现，去那边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状态。对，我可以在小朋友身上看到他们最快乐的童真。那在那个同时，我就觉得我跟他是在互相分享这个喜悦。是。对。而且我刚刚看到你们表演其实很丰富，跟你们刚才提这套节目一开始看都改 Q 了，它也是有杂耍、魔术。跟一些特技在里面，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会跟真的很不一样啊？一般的儿童剧团是演一个完整的戏剧，可是这个你们会结合这样子的一个特技表演，是为了什么？其实，我本身是学特技表演对，我从小就是就读那个之前的复兴剧校，对。然后我们2个是在当兵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服役的单位叫做公益大使团，替代役公益大使团，对，好棒哦。然后那时候蛮酷的，就是我们每天下班之后，我们2个就会去跑步，在跑步5公里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在聊我们的人生。对，你那时候就开始跑了吗？是那时候时间比较多，对，现在就是稍微停滞。对，继续。那时候他跑的时候比较轻松了，现在比较急。是。那时候他都要追着我跑，对。然后那时候就每天都跑嘛，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聊。后来就发现我们2个人共同点，我们都是希望把一台车变成一个舞台。是。那我的希望是希望这个舞台车可以变成像国外那种马戏帐篷这样，开到哪里大概就是一个马戏帐篷，把欢乐分享给大家。那他就是希望到各偏乡去做艺术的分享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们2个有共同点，我就邀请他说，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剧团。而且我们在公益大使团服务的那段期间，我们因为一般的，它有点像那个一般兵的义工队，对，义工队服务的对象是阿兵哥，那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一些特教学校的孩子，对，或者是一些养老院的爷爷奶奶，对。那当我们在第一次这样子用表演去服务这些比较弱势的族群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能给他们带来快乐，而且是真的需要的，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希望可以把它延续下去。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因为一块行都想走2天10天的世界，可能也是想说，我要把艺术带出户外，对不对？我们除了希望台湾的朋友们可以进剧场看戏，我们也希望在户外就可以看到戏，这是一开始的初衷。那他去哪里嘞？我想说我们可以去跑一个地方，就是偏乡小学，对不对？因为他们很需要，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这样，对。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启蒙，这样的一个开始，到后来反而你们在偏乡扎根了，对，对不对？好像就变成你们现在一个很大的动力跟很大要做的事情。因为表演当然是说可以带给他们欢笑，带给他们快乐，然后甚至给他们带来艺术上的刺激。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或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有点怎么讲？蜻蜓点水，就是带过去，可能一场表演，当然他们是快乐的，但是他们开心的，甚至有一个家人一起来看演出的这样的时光。所以我们在思考说，这样蜻蜓点水式的一个演出，那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在思考说，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如果可以做得更多的话，如果我们可以更拿出自己这几年所累积的东西来回馈
他们的话，那我们还能做什么？是，对。可是小朋友给的回馈一定更多哈。对，有没有写卡片给你们？有，我们去那个大甲镇南宫的那个，也是他们育幼算是育幼院，对，然后小朋友就是很可爱，每个人写了一格，对，谢谢我们，一大张卡片，对，然后还画出我们角色的那个人物，然后就说谁不乖啊，谁坏坏啊，对，那时候看到那个东西就觉得。哇，做的这一些都很值得。你们是不是也有在偏乡是有一些教学啊？是，不只是表演，对不对？对，好好，就是这样的课程有，像我现在就是固定礼拜4的时候都会到偏乡去跟小朋友做杂耍教学的互动。那我跟他们教学，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像我以前小时候学杂耍，都是比较自私，在一个传统的系统上面去学习的。可是我跟他们在一起练习的时候，我没有用那个方式教他们，我是跟他用分享的方式。然后他们就会学一学，丢一丢，就会说：“老师，你看我的动作。”然后就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对，我就你做的东西很棒，反而变成是我跟他学习了。对，因为他可能运用你教的技术，可他会有自己的创意跟发想，就会激荡出不同的火花。那你有吗？有，特技不是我专长，然后专长是戏剧。是。对，那其实戏剧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启发跟刺激。对。那除了学校的一些短期课程外，甚至学校发现，因为我们一开始用表演让大家认识我们，可是渐渐的，我们也从教学上，然后去深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学校也愿意让我们去进入到校园，然后去教他们，然后甚至有夏令营、冬令营这样。哦，对，所以就会有夏令营、冬令营哈。去讲实在话，对基督来讲，讲很热情哦，不过还是有困难，因为在户外变数很多，对不对？下雨怎么办？然后这是我想到最简单的，但是变数非常多。人的聚集也不确定，然后联络因为在剧场是我们全部武装准备好，等着你进来。对。可到户外是完全不一样。全部武装准备好，你们都还没来。可以直接分享，就是我们10月初在大稻埕的国际艺术节，然后也有一档演出。那档演出我们就是祈求不要下雨，不要下雨。那时候刚好是什么台风过境，对，外围环流影响，那就是下了一整个礼拜的雨。然后我们想该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户外演出经验很多，但是还是希望给观众有最好的观赏品质。那第一个我们随机应变，就是第一个是准备轻便雨衣。那当然在户外演出，观众可能看到下雨，他可能就不来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很紧急的，我们刚好有那种塑胶的那种帆布，我们把它搭在我们的那个户外广场上面。我们2个人就是冒着雨，然后再把它拉开来。可是因为它是很简易的，所以它上面会积水，那个很危险。就它如果再绑下来，所有观众都变落汤鸡了。所以在演出的状况是，我一边在把那个积水清掉，然后一边在灯控，然后一边要再配那个角色的声音，就是所有事情都要做，很狼狈，对，很狼狈，就是可能就拿着麦克风，各位小朋友，好弄一下积水，对不对？现在接着谁要来了？好，再弄一下积水，再弄一下灯光，对。后面那个一些家长说，我来帮你好。对，后面的就是因为很多是我们的粉丝爸爸妈妈，然后他也很支持我们这样形式的表演，就是甚至就自动自发，就跟那个汽车的雨刷在那边帮我们那个积水，变成一个接力，就是他渡一下，然后这边就这样轮流。太棒了哈！对，乡亲朋友哈，可能俩两家后生按3万打表来做，按用家的事情哦，当然好好的记起记得，不过其实还有都有意思嘅故事，让大家来分享聊下，等下就上来。东方戏走的绕墙的后高界剧团界团长哦，徐婷，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哈关杰来到节目现场，然后大家来分享哈。了解看剧团非常界后生哦3岁左右，对不对哈？读信州向山了解提报记得东3万大表，希望不很好都感应可以接触艺术、接触表演哦。他们也希望能够给一个比较新的表演，结合不同的声光媒材。对，然后我在你们2个身上看到那样的成果哦，自己觉得很感动，然后又很开心，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哈。不过讲到两边，刚才我们讲了，他们其实在户外演出变数很多变法改变性非常改动，第会摆设买改事情。有没有？你他又会配音，对不对？他又会控制灯光，然后又涵盖世界，又会绕水弄积水。不过听说是不是有个爸爸很热情，会协助你们？对，应该说，其实我们在各地演出之后，那个有很多粉丝都非常热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行动故事车的想法很棒，然后我们的表演又那么贴近小朋友，
所以我记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台北有一个爸爸，从我们在之前2012-13年成立的时候，我们在圆山花博做了一个故事屋。哦，对，那时候他就刚好经过，就说有故事屋，也就带小朋友去看。他的小朋友那时候非常的害羞，非常害羞，就是进去要这样连拖带拉把他扛进去，这样被逼进去。对，然后后来他看了表演，大概看10分钟之后就开始安静了，然后就最后就把表演看完。然后他爸爸觉得很棒，然后每个礼拜就带他小朋友来。到了后来故事屋我们就把它结束了之后呢，他爸爸就觉得很可惜，为什么没有了？之后才发现我们有开始做行动故事车，就带小朋友也是天天来。那他爸爸给我最好的回馈就是说，他说我的小朋友以前都不敢接触人群，非常内向，是，直到开始看我们的表演之后，他就开始很热情。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我们坐故事车的时候，他是坐到最后一排，慢慢越来越前面，越来越前面，最后坐到第一排要抢那位置，然后跟我们互动就很开心啊，每次开场舞啊，然后中间互动到结束，他爸爸就。以后的演出只要在台北，他爸爸一定会到。哇，好棒哦！因为这些粉丝真的给我们很大的力量，甚至我们在就是之前讲那大稻埕艺术节的演出，然后粉丝也在下面留言说，看着演员在台上淋着雨，哇，心好痛什么的。但是我们都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而且这些小朋友，有时候给你的回馈真的就是支持你继续往前走的动力。因为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台中市的那个达观国小，也是很深山的一个国小。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做一个跟礼物有关的一个戏剧的表演。那我们就问他回馈他们说，如果你们想送礼物的话，你们会想送什么礼物？然后送给谁？送给谁？然后小朋友就说，我想要一台 HTC 的手机。然后说，为什么是HTC 的手机？因为一般小朋友应该只是可能要 iPhone 或什么，然后你想说他可能只是想玩游戏啊，或者是想上网抓宝可梦诸如此类的。可他不是，他说他希望把这个手机送给他爸爸妈妈，因为他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听到他爸爸妈妈的声音。对，好感人哦！哎呀，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就是在那样的时刻，我就觉得是我们要去再坚持这件事情。对，我觉得你应该我们应该很欢乐，有没有？好搞改跳团，可是怎么整集下来这个感动的点不以冲改到哈？不过这就是要给大家支持鼓励的地方哈。我觉得赌推麦力改下不低读很需要这样子的剧团存在，很需要这样的人存在啊。我们也需要那样的观众朋友，对不对？不过讲到两天哈，其实一点钟还是跟狗在动摇，记得李亚哈赌信做 P 山有你们的工作坊，对不对？而且你们在建筑自己的工作坊，除了热情之外，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哈，自己就是真的是一扑一脚印哈。你有准备在谁个短片哈？你来看一下，他们是用人来建造，记得去盖盖工作坊。好，等下大家看到的就是你都读新竹向山的工作坊，对不对？对，名字好特别哦，介绍一下。我们名字叫哈利瓜干妈店，哈利瓜干仔店。为什么？对，因为这个房子的前身，我们就是有跟房东做一些聊天，对，然后他就说这原本之前是个干妈店。那我说既然是干妈店，其实我觉得应该延续它的这个历史，或延续它这个故事。其实干妈店可能是大家买卖的东西的一个地方，但我觉得它同时也是
邻居街坊之间情感交流的一个地方。没错，那我们就觉得说，哦，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让它有更多的故事、更多的欢笑，然后更多的情感交流在这边发生？对，那我们所以希望它带来欢笑、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前面有一棵荔枝树，后面有一棵木瓜树，所以就叫哈利瓜。哦，我懂了。所以其实是哈哈大笑、荔枝树跟木瓜树的干妈两个插播点，所以这就是你们的名字。因为一口型啊，可能记得改跳团聊到提凤改编还是，我其实大概念了好几遍。我觉得还蛮不好念的，我就想着，不过念完之后就觉得好有意思哈，对，因为其实也是为那个地方做一个比较原始的保留，对，然后有时候你有读综合改提供，你差不多卖东西改世界，就是这个情感的交流，对，有时候你一走进去有没有杂货店读改片动动念嘞，你行了那个老板就知道你要买什么了，对，基本你也慢慢改乱究竟，对不对哈，就都知道了，所以其实你们就把那边变成你们的一个这样的工作室，对，哦，然后我刚好看到在里面。其实那整个玻璃都是透的，全部都是透光的，哦。因为我们希望它就是一个多功能的空间，因为像小朋友他们放学现在都很常来这边，就等爸爸妈妈来接送，那他们就可能看绘本啊、玩桌游或者是练杂耍，对，这么好，所以它还是他们可以去的一个自由空间，对，哦，它就是一个游戏，我们就希望它是多功能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外面那个透的玻璃落地门就是打开，然后从户外看进来，它等于变成一个小小的镜框式舞台，那我们就是说希望除了我们的演出，有一天小朋友他们跟着我们一起练习。有一天就换他们演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提供还蛮干的，黑公，你夯斗基都改卡通，你从门外面经过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事情，你台下都会看到。我觉得我也在看表演嘛，哈，对，是不是？其实蛮好玩，像那时候上课的时候，就是一些阿嬷他们经过就是这样子，就在看，为什么有一大堆在那边丢，就这样子经过，然后就觉得，后来才发现这是他的孙子，就是，然后就进来看一看。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哦，就是跟橱窗一样，橱窗里面表演什么，你外面经过的你就会看到这个表演，对不对？哦，你现场呢，其实有带来记得你们这一次新的作品，很快的在11月13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是，我们为大家带来《虫虫森林的秘密》。是，对，那这是由我们新竹市的文化局所主办的，然后我们在叫做八方艺游的一个演出，对，所以我们在我们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的中正堂晚上7点半钟演出，只有一场哦。对，然后免费锁票，我要把10月29号开放锁票。它里面可以坐多少人？约莫500-600吧。那还不错，还蛮多的哈。所以老乡亲朋友呢，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记得11月13號到苗栗調查地方有安樣嘅表演哈，係免費嘅。50千改对，然後10月29開始是做得來納票哈，所以係講大家有興趣做得大連馬新聞啊做得啦吼，但係送幾多個官方網站去查詢啊做得有安樣嘅諮詢做得得到哈，這是一個很好的演出哈，希望鄉親朋友哈係講你係帶到苗栗嘅朋友，我們看幾好50千有暗券是做得一看到一隻暗頭改表演差不多，而且應該可以看到2位在現場，可以，好，所以。会看到团长表演吗？那一天应该会。对。会看到。那天我会在现场，会听到他的声音，会听到你在幕后的声音，是不是？太棒了哈！乡亲朋友哈，其实等下后上面做安樣嘅事情，希望你大家做得多多幫你哋支持哈，因為大家嘅支持，記得仲要很好多嘅動力哈，繼續來往前走，對不對哈？今不非常感謝什麼我們的團長，謝謝，還有我們的藝術總監哈，冠傑來到兩邊，讓大家的分享，好，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哈？希望有更好的作品再來這裡跟大家分享。走的哈，什麼大家哦哈，什麼謝謝。好，鄉親朋友咧，等下大家聊下，等下聽你認同先生咧做認同了。